gotta nothing open the well. Matu body, yeah. Damu damu mara mara. S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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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Shut shut it. Oh nobody nobody. Well now do that.福兴中到啊，福兴中到了。手起来。请问一下，台哥，你来，哎呦！你认得出我哟？啊，怎么会认不出来？台哥，来，讲讲讲。我问小姐你好，你好啦。歹势，你已经开始摆啊，我才赶到这，歹势。不，你等。别，嘿。啊，你也知影讲，这间福兴宫是咱西里上界出名的一间妈祖庙。对。哦，咱是算讲头一遍见面呢。好，敢若是呢，啊，不过本人啊，食过水呢。讲水吗？系啊，安尼吗？很可爱耶。OK，考欢迎呢。什么事？啊，既然咱个来到咱西里这个福兴宫哦，因为这间是乌面妈祖。乌面妈祖。因为我知影讲你敢若已经出一个新的专辑。哦。啊，你就啊，请妈祖甲你加持一下。哦，甲我加持一下。甲你加持一下，看会当安尼大卖。我以前敢若就早以前敢若有来这表演过，有点熟悉啦，嘿啊。还有那个老街那边感觉好像似曾相识。老街啊啦，来踮遐嘛佚佗者，看卖啊。来，行。好。其实听讲圣庙这间庙吼，已经差不多300年啊。我讲了对啊，唔对，我怎唔知影？咱将来请问一下安尼。好。我想借问一下，讲这间庙敢是已经300年？对，300多年了，咱1717年。这间就300多年。对，咱即摆看到的庙体已经是咱第4届。第4届，60年前起好的，即摆搁咧整修啊，是第5届整修了。哦，安尼哦。但是咱即个历朝历代吼，咱有留足侪古物落来，比如讲咱的古匾，啊是连队，啊神尊，啊搁即一寡即个插角啊、木雕，啊彩画，这拢有足侪清代的物件。咱洪财这尊妈祖是乌面的。对，是咪？啊，乌面是有啥物意义伫个吗？咱的妈祖吼，其实伊是软身的妈祖，较显开，伊的手其实是粉粉啊，咱的粉啊，我知我标色，粉色的。是。啊，这个面伊原本嘛是粉色的，这就是因为咱这个信徒香火伤旺。对，啊慢慢啊粉，哦，是安尼300年，所以伊的面即嘛是乌的。是。啊，因为伊身躯穿衫，所以伊的手还是粉的。哦，原来是安尼啦。我去分掉啦。嘿，所以阮的父尊的神尊，拢来咧分灵，互大家。嘛是面是乌的，手是粉的，是粉的，迄就是太平马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哦，是安尼啦，这叫太平马。太平马。要保庇咱太平，顺顺时时安尼啦。哦，啊，你会使带阮参观者。我啊，咱妈祖部有足侪故事的啦。是。比如讲，伊原本是一个海神，啊，所以伊的即个会保庇咱伫个海上。人吼，那是掠鱼啊、渔民啊，对，啊，若是拄着即个海影，啊是上船啊，迄有诶无诶，一寡灾难的时阵，伊家化解，所以像即个龙条，即支龙条就是。即支龙条偌济年？超60年。这嘛已经200多年了。这支就200。对，所以你看清代的龙条，伊袂讲安尼哦，气压安尼。清代的，伫个咱遮拍，妈祖经拍。直接拍。对，就即个拍石仔的师傅，伊对家己的技术自信。啊，伊嘛是甲伊的技艺展现了咱的生命，贡献着生命的意思。伊足侪动物的特色看会出来，比如讲虾仔的目睭啊，虾仔的手啊，这拢是虾仔的。片啊，则是牛的片啊，牛片。所以伊才有2体有无？头前了2体，这是牛片。咱鸡角
加角的迄个，嘿，足粗用的加角，我知影。加角的卡，所以这是清代早期的龙条才会。哦，才有这款型啦。对，啊，虽然已经经历世界的翻修啊，但是咱甲这真古的物件，佮保留伫咧即摆庙体，佮看会到。这真无简单的对啊，哦，足庄严的啊。对对对，啊，咱等下往正殿来往正殿来看卖看卖啊。顺利。好啊，即阵是咱的新农大地，新农大地，因为咱知影西犁吼是一个最重要的即个农业的农业的所在。所在。嘿嘿，嘿，咱新农大地吼新农大，地手举的即个稻穗是真的稻穗哦。是。我当时要问你啊，讲敢对对，是真真的的真的哦真的稻穗，这敢都爱换，爱爱换。啊，敢若有初一十五爱换一个砖头会使换，哟，就是咱清代的时阵，因为咱西犁捌翻成地洞，地洞了后要整修咱的庙体的时阵，是咱即个刺洞，刺洞有一个番仔庄的人，遐拢是咧种做的，嗯因关系的是上侪银两的，嗯所以咱就保留一个权利，就是咱正月初五，咱初四接神嘛，嗯初五互因请头香，嗯，所以请头香的时阵，伊就是请咱的新农大帝，甲咱的太平马。太太明白。啊，伊手举的这个稻穗有36支，因在地米价会甲咱即个早冬第一届收的稻啊是早冬的稻啊，伊会经36支上水的、无空壳的、把水的留开。等到即个正月初五的时阵，36支甲伊剥开了后，出位，嘿，用即个上好的物件，来甲新农大帝手的刻一年的换开。啊，换开的稻穗要创啥呢？嘿，刻一年。哦，换开的，因为新农大帝已经刻一年啊，对哦代表伊已经束缚过啊，嗯嘛是有伊的心力伫遮，所以因会甲即个换开的稻穗，伫咧庄头的四角位啊，也徛喺五爷外口向庄内，爱讲好话，好种路途，五谷丰收，好种路途，合境平安，哦祝福降祥。嗯，捌足多呢。我这对啊，我看你做庙公啊，哦，应该是历史系应该教授级的啊。遐一个潮水，当讲这个故事，安尼，咱要安怎参拜？恁讲啊，甲阮带一个你就是因为我知影讲应该是为遮开始好，，阮来点香好啊，点点香点一下香咧。三拜。诚心敬拜吼，咱上苍金库玉皇大天尊。啊，今日是咱甲新年当月，希望吼咱上苍来祝福，啊，大家拢会当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再拜。啊，这就是文昌帝君啊对对对文。昌岛上应该是真多，咱会要考试的，咱的学生囡仔拢来遮求啊吼。对对对，对无所以想讲，这就是来献愿的，这是哦台湾的牛樟刻的文昌笔。文昌笔，迄就是咱的囡仔朋友吼，来甲文昌帝君来祈求了后，伊愿望有达成，所以家长甲囡仔就做伙寄好即个牛樟的文昌笔来遮献愿。哦，啊，像咱看到即个天蓬顶悬吼，即堵就是咱洪平顺老师人工国宝画的，嘿嘿嘿，伊就是甲咱西的特色伫遮。西的其实有足侪物件足特殊的，比如讲咱的粽，甲做一个咱即个产地物件，嘿，罗粽。啊，就是高粽的意思啦吼，包含讲咱遮会穿啥呢？会穿葱啊、蔬菜啊、蒜啊，即个油啊来拜文昌帝君，希望大家会加油，会当较聪明的吼，聪明占后头吼，啊，有条学术拜文昌啊，拜文昌，就是咧讲大家即个西丽地区的囡仔来拜文昌帝君的。啊，这嘛是咱即个咧丁修庙的时阵，因为咱西丽讲文风鼎盛。所以咱甲四大书法拢伫咧遮看会着，所以咱有看到即个甲骨文的篆书，嘛有看到草书、行书，像遮就是咱即个咱在地遮囡仔吼，因若要考试，还是讲即个警察啊，要考警官啊、警察仔啊，就文昌铸笔钉金棒啦。嘿，啊，这就是咱点文昌顶来护持即个文昌帝君，咱会送伊一组即个2B 铅笔，甲即个吊饰啦，就是点文昌顶，啊，这种顶拢伫内底咯。咱讲文昌的顶，啊，这就真正是人来献愿的，关顶拢无任何咱太平马的马克对无？嘿，拢无。嘿，这就是人来献愿的。啊，献愿放在遮就是互人。因为迄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啦。你来遮有摕一支笔，啊，你搁献一支笔啊，搁献一担。一担，甚至过来啊，你看到圆珠笔啦，2B 铅笔啦，啊，这就是铅笔啦，这拢是人来献愿的。你在考试捌拜文昌帝君？有呢。有吗？系啊，我拢是学校会当规顿带去庙里内底拜迄个文昌帝君安尼。你拢会安尼？我因打算就是我无拜文昌帝君，而且都讲考无调，就要去做兵安尼。阮太平妈嘛是一间国校的校长咧，叫文昌国校。伊早伊
开办学校伫庙的照场地，所以太平马是伊的校长、荣誉校长。当年只要学生啊要来求考试啊，就是规间学校的人带来拜校长啦，这算校长啦，这不是妈祖呢，这校长。我拜唔对，拜关公啦，又要做兵啊。古色古香，古色古香，系啊，真水，像古早时代的感觉。这就是咱西丽的这个老街啦。哦，恁讲鸡还是鸡？我讲鸡呢，我有当时讲鸡，有当时讲鸡，但是我感觉老鸡较好听。每一个迄个所在口音都无共。这老鸡是安怎形成的？是安怎会变安尼？是因为有一个基金会啦。基金会。和美惠小姐，美惠啊。哦。连伊咱才请美惠啊吼，带咱来四国行行的。好哦。好无？啊来介绍者，这老鸡是安怎变成安尼？你来看，头前迄就是美惠姐咧，甲咱等台湾。美姐你好，蔡志源，你好你好，我们有空来，你好，就好就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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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若讲人讲吼，你要来西丽，一定要找你。哦，因为这老鸡正嘿啊，因为人讲这西丽这老鸡吼，就是你安尼牵线。这讲起来话头长啦。安尼吼。罗阳文教基金会，阮伫这徛起啦吼，这有一个博物馆，啊，就伫这开始做老街活化运动嘛哈。啊，你即摆徛伫这个所在吼，拄好是阮做老街活化运动内底上重要一个所在。因为你看这，甲别个所在像大溪啦、虎口啊吼，遐老街较无共款，阮遮三站楼。啊，因为伊的造型嘛较特殊，你看遐一个西京吼。啊，所以讲，阮咧做这个老街活化运动的时阵，啊有曾经啦做过一摆的老街屋选美，啊，这三间因为造型特殊嘛，啊，搁三站楼，啊，所以呢，伊就获得第一名啊。是。啊，第一名啊，阮就摕来做地标，安尼啦。啊，钟楼迄车是一个钟伫遐嘛？还是钟？伫遐，嘿，对。我细汉的时阵，逐工伊甲整点就拢会听。哟，哇！我看这条街路真侪卖豆油的吼，拢伫遮，拢是伫啊，西丽上有名就是豆油啊。豆油嘿。是啊。有影。来，你来看，看阮的生态博物馆吼。哦。阮的生态博物馆是为亥年。恁的迄个文化馆啊啦。嘿，阮的文化馆，啊，即马改名做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啊，嘿。咱看伊古早是咧卖茶，叫做结发前记茶庄。啊。乙亥秋月乙亥1935。安尼，入要内底，看我内底结构。好，来看卖啊。就欢迎恁来阮的结发前记茶庄。这是一个300多栋前的茶米店，不过阮即马是咧做西螺生态博物馆咧使用吼。啊，这把图就是阮的镇馆之宝。有，这把图我上百年有无？应该是有啦。你看，伊色水拢褪甲褪色啊，哎呀。来，我带你来内底看来。发香清叶静听曲韵诗声，这个诗听起来就拢甲咱的茶有关系。发香清叶，这就是啉茶的情境啦，吼。有。咱顶院有2个大字，这边叫做香声。眼耳。无鱼眼，这边安尼念，这边安尼对联是为我都边啊安尼向内底啦。鱼眼哦，安尼。宋朝的诗人苏轼。哦，啥的？寺院监察这个诗内底出来啦吼，这个诗拢甲啉茶情景，啊甲做茶泡茶拢有关系。拢有关系。对吧？趣味哈。趣味，真趣味，真深刻的。啊，这啥啦？有一片门伫遮，叫做屏风啦，这毋是门啦。啊，我就话带你入来看。哦，
机关因为吼，恁来，我爱表演一个。但是有贵客来的时候，我要看一下哪位来了。注意哈，厉害为什么有这个圆？为什么？这屏风啦，因为汉人徛家咧后壁的时阵，外口是拢十甫人的天下呢。较歹势。做生意拢是是，十甫。这样。咱台湾咧迄个时阵，还佫真侪阿婆人喺咧拔卡的时阵，所以这就区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隔线啦。安尼讲，十甫咧外口，查某的吼，啊甲囡仔人就咧内底，吼。啊不过即马所有的世界拢无共款啦，拢拍开去啊！啊，我爱开这个中的大门来欢迎志源甲。来，豆豆，来，叫。哇！这幅图吼，景观足侪人对吧？吼，即内底足侪咱西丽家足重要的事实。事实。廖新批啦，啊，迄个廖仲公啦，廖学坤，拢姓廖对无？姓廖西丽廖一半。廖一半。这个意思。都姓廖有占一半啦。哦，占一半。西丽了一半，你捌听过？啊，鹿港市了啊，啊，社头安那上湾街，趣味安尼啦吼。好趣味。咱这个廖吼，西丽有双廖甲大廖。双廖甲大廖。啊，双廖有一个习俗，别位较无。迄叫在生的时阵姓廖。是。啊，若过身以后姓张。姓张。基本来讲吼，姓张的，去互姓廖招。啊，可是伊有讲无好啦。当我过身的时阵，我要回归姓，姓转来我家己本来姓，安尼尔啦。啊，所以这庄脚遐福田里遐，咱有一个廖家的祠堂，崇远堂，全台湾上迄度上高的祠堂哦。崇远堂啊，就是中远堂。中远堂。哦。这是种生料啦，啊那。死就是张，是这意思。所以恁若来遮参加迄个告别式啊，吼，啊莫行唔着食饭哦。系啊。你要去找谁？咱过来这边，来。这边讲，哦，行。来，我特别带你来这间房间，阮叫做西丽大桥的展览室，吼。这内底拢甲西丽大桥有关系，所以你甲看，这是西丽大桥通车典礼时阵翕的相片。相片哦，毋是影片哦，毋过你甲看。这么长，伊原始的寸尺是15乘200公分，我摕去scan了吼，啊，再搁甲放落。无接吗？无接哦。我安那算安那看，我都找无接的痕迹。搞无？真搞呢。嘿，这是为东车市42年迄阵的镇长因后生吼手内底摕到的。啊，你看这中央政府伫遮啦，迄阵送。来主持通车典礼，陈哈，这陈，而且严家淦对吧？啊，迄阵新主席吴国珍，啊，为虾米边啊有遮济，敢若外国人，即种美国人啦。二战以后，咱足济美元的嘛，啊，美国人斗相共130万的美金，啊，要通车典礼，伊当然爱来啦，吼。西丽大桥吼，其实咱是为1937年才有12年就开始起，迄阵日本人去桥墩大战开始啊，所以所有物资拢走去南洋去，啊，才停起来。啊，一直到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咱西丽人吼，开始来争取，讲啊桥墩拢做好啊，啊桥顶悬是不爱来起？吼，迄阵咱西丽有一个镇长叫李应栋，李应栋伊写批。伊英语真流，写批去美国了吼，甲得到这个经费，经过来这个去，系啊，这李应栋先生都遐，对，所以讲这个历史呐，甲保存落来，啊，较甲传落去，大家才毋知讲，原来咱的西丽大桥是咱的地方的人，来建筑来看成的，对吧？做水吼，做凉还要做舒服。做凉的，啊，下骹迄个天井安尼看起来，透天光啊，吼啊，
啊，今日你有啥物感觉？咱来甲这个老龟安尼看，我是感觉真正足精彩的。是不是？以前拢来这当知影通食豆油啦，是食麻糬。食豆油。系啊，咱买豆油啦。你拢买豆油来啉吗？煮菜啊，当买当我妈妈用啊，拢知影讲通食尔。结果其实后壁拢足侪做。足侪历史。足侪历史。其实我上个感动的就是讲，我看到迄个西丽大桥通车的迄个典礼。今日若是毋是老师来讲，这西丽大桥是当初是李永东先生用英语甲迄个美国方面，介绍讲咱正需要这个桥，这个建设真重要。对，啊，毋是伊写这个批，人毋知影。真正足感动。是毋是安尼？好，啊念伊，你敢知影讲，阮这个节目是要创啊？要创安那呢？什么？咱这个节目是讲要来一个，比如讲地方上吼，咱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人士，譬如讲。伊是做啥物的？啊，但是上较主要的，就是讲，要去因兜吼洗身躯啦。洗身躯？是。什么身躯爱去别人兜洗安尼呢？安尼啦，因为阮就是讲，阮有茶桶，你捌浸过迄落希诺奇的茶桶无？无。有希诺奇香味的款的茶桶？毋捌吗？咱连面吼，要来去一间因兜是咧做粿、南碗粿，啊，搁有啥物菜头粿啦、乌溪饺啦，迄拢有。哦。咱就来去看因安怎做粿，来食粿，然后再来浸烧水、洗粉丝。做粿已经，啊，但是做粿因兜吼，会经过一间豆皮做豆皮啦，所以讲咱先来这间做豆皮的店，先来食一下，看一下，看人安怎做豆皮。哦，看了咱，你捌看过吼？哦，我是怎看人这工程画无？做趣味的。嘿啊。今袂记讲唱歌互妈祖听啦。安尼怎车顶唱一两歌好无？唱叫做忙啦。这你写的吗？我写。这词嘛是你写的？对。曲嘛是你写的？对。知路。谢谢。哦，来。梦啊，舞到这大卡，梦啊，遐尼多梦，你敢是迄个人？有够厉害啦！你唱到落尾要收山的时阵，还有一个半音起哩呢。对。是不是？我还是会听的吧？你可以呢。应该是差不多要我这用一个剑头伫遐，箭头啦。箭头。是哩，哗啦啦。啦。讲水的。古水哦。系啊，你敢知？古水。哦。做热情的。嗨，你好。感谢。这亚文呐，蔡亚文，你敢知吼？我唱了最好诶。我拢看伊歌，听伊歌较多。听伊歌较多啦，伊算讲是天后级的呢。我听讲你遮拢是咧做豆皮。吼，这除了你安怎做以外，敢有咧，比如讲伫遮咧烧卖，大家会当伫遮食。所以也都。嘛是的，遮拢有。因为阮大细拢无嫌。哟，安尼哦。大也要趁，细也要趁就对啦。对，伊咱来互乡亲方便啦。好，这是互乡亲方便啦，毋是讲大细拢要趁啦。这叫来接。来接吼，好，三姐，我对来一摆，来看谢谢。喂，来这个。好，来，看卖阮的工作的经验。哇，恁上，我毋捌看过遮大间的豆皮工厂呢。其实阮是无算大啦。哟。你像你即摆看会到，阮咧做辅助嘛。辅助的高度伊就爱较高一度啊。辅助啊。这是辅助啦。这辅助。搁啥物？搁来就是豆皮嘛。搁再去做豆包。你做这间工厂，你有逐工咧食这？我感觉食这做好诶。差不多啦，阮也等于逐工咧食。嘿啦。你尤其你像阮今日做火箭改造的物件嘛。所以阮一定会提起试讲
今仔日这个产品有啥差异性咯？还是这批的豆啊有问题无？有，因为豆的影响到你后壁产品的问题啊。这豆啊是咱台湾出产的，也是进口。我目前阮用的豆啊，阮火枝界的豆，阮是用加拿大的。加拿大。哎呀，改加拿大的单一品种。有。啊，伊会起来，伊会较嫩。啊，你几个囡仔？我3个啊。3个。啊，有人因有要接无？有啦，阮儿子都在咧教，开始咧学啦。毕业退伍之后就回来这，本来要去上班啦，刚好拄着疫情啦。有。疫情了就大家拢咧裁员啦，我无咧规无咧都来，在遮斗沙工啊。有。其实我一日只要36岁，将近37岁时，我就感觉讲，我较早上班已经工地，看到未来啦，较无啦，较无。我想我无规咱家己趁少年，倒来找看有啥事业要做无？该做安尼啦。嘿啊，拄好阮即庄啦，阮以后阵有2个产业嘛，一个就是温室的蔬菜，搁一项就是豆皮。我甲阮太太，我就甲阮太太商量，我无咱要做对种。因为咱细汉拢做熟，伊讲无看会当卖做熟无啦，找一个别人来做。我讲无做豆皮啊，伊讲好啊，过做豆皮做过啊。要做进前，我讲无你先去试看卖啊。去人遐上班上热的时阵，你叫伊去上班，你家无去？无啦，因为我负责迄个机械部分啊，现场的时阵，伊爱去学看卖啊。囡仔休暑假免载，囡仔先去学2个月。安尼，我讲安尼会使无？伊讲会啦，下就要做啊。伊是拿全部的家当去投资啊，做无时阵，做袂起来是啥物拢无啊。做会起来就运气较好啊，做袂起来倒甲地落就对了。大啊，全部家当拢落。你曾有想过讲，你若讲我这道若无过，当要安怎？搁倒来上班啊。有。迄时阵敢有拄着啥物感觉足困难代志，嫌无法度过啊？其实哦，我要做进前啦，因为我唔知客户咧对。我讲你也拢无调查过，你都做。你就哇！刚好就是我开始做的时，都大家有钱买无物件。我算我运气足好个啊。所以缀这度缀了对啊。安尼。但是讲真若要做过程，无咱想的遐简单啦。咱无了解伊的到底对啊。豆奶的浓度啦，煮的温度，其他的咩角角咱无了解啊。半年后。慢慢知影讲，这个物件要安怎做。慢慢的话，咱迄个产量，我老讲比较接近正常生产。年半的时阵，咱我去控制讲，咱的产量啦，甲品质。所以前迄年半差不多拢一天困超3、4点钟。这嘛是。我就爱创业就是安尼。辛苦。阮今日来遮吼，看这个场面安尼。但是小小，我若想要体验一下。好啊，无我叫阮太太来甲伊教。安尼哦，好。因为我若出一支嘴啊，我袂晓做。你是出一支嘴的啊？对。你手面看就对啦。豆包要安怎做？来，头家你先示范者。即马这个大拇指吼，把这皮安尼搞一个，然后这个四手安尼，这个从头安尼来扭起来，再过一个，然后再用，全部都这个较长，也这个较短，安尼甲包起来，安尼落，凹落，了，再过下再放倒起来，安尼，再来放在台仔顶，放在台仔顶，搁放好，甲扭出来。你看伊这手势不离啊溜溜但是我可能来，互你先。好，安尼即摆吼，头你这我正手平车，你甲我教，是讲安怎我动作我就照你做。好来。无有上久来烧好，紧扭起来。你来扭起来就好，扭起来。来扭起来。来底面凹落。再放落，位内底好处外口，位内底好处外口。就是。内底好处外口，安尼。无，要压一半。来，你手放掉，安尼。哇，你安尼，放落，安尼，扭出来。我知影。先安尼，排摕好了，蒙排，
起来，用好打，然后安尼，看白，看白是看这边，看白看这边。安尼甲糊起来，糊到这，糊到一半，糊一半，再甲放落，再甲放落。安尼就行啊啦。好嘞，再过来，好美，好美。放落来，安尼，对，安尼做出来。你成功啊吗？我成功，我成功。来，咱继续。较内底面揪出我去。揪出来，揪起来好滴，再过落。安尼，好来，最盘的拗落，拗落，为下好倒起来。好朋友安尼感觉。对，哦，很棒。所以讲这骹手要足美足紧的，对啊，是咪咧抢时间？系要有一定的高度。哟，原来是安尼啦，这个可以啦，可以，我说漂亮。漂亮，可以，OK。做起啊2266的。好看嘛就做美味。OK 啊，因为咱这是不规则性啊，对不？即摆自由的，这阮做的这口感，甲恁做的技术上口感上有啥物无共无？因为你这较厚吼，食起来会感觉较土较甜啦，较无遐好食。一般阮咧做吼，起来食着是足软的啦。较平均啊，迄个高度较平均。对。是哦，无咱就这头去互因食啦。无啦。咱家因做。家己处理啊。好，安尼即摆咱来试食看卖。好。试食者，肉来听。你来看，咱的这豆包的这个成品已经来啊。系对。这粒你做的，我做的。这我做的。你做的。这内底有男你做的，我做的，老师做的嘛有内底，这个上水就是老师做的。老师做的。口感差是差你讲哦，你豆奶过清气甲过无清气，食起来口感就无共。这什么意思？比如豆奶若过无清气，安怎？豆奶较济时食起来伊会较软丝。你若过伤大，食起来伊会定定。是安尼。差咧食啦，所以有手势，每一个人的手势无共，每一个人的物件你食起来拢有一个差异性。好，安尼，咱两个食一个，我食你的，你食我的，安尼来。看卖，我这你做的哦。我用一下迄个泰国酱。安尼我用这。我发现。豆香。好吃呢。这批豆啊好食。我给你80分，安尼换你，我换你。我给你82.5。你好这个，安尼我给你87.5。心肠真好着，安尼心肝真好呢。哇，好耶！用爱做的。这钱也已经来啊。咱即摆食看卖钱。哇！你看安尼青黄色。哇，够水的。好水的。我先食下胡椒盐。胡椒盐我食。我食烤味。唔慢，好食。搁较香。我甲当吼才知影讲，我不应该互你80分。你知？真正做好食的。好食吼。哇，这品质做好诶。而且无一
豆啊，迄个馅味无弄迄个香味。香味嘿。香诶，咱都毋是有试过，讲其实这介困难呢。因为开始的时阵，头家是讲含你参详，讲咱做这道好无？系啊。啊，你讲好，是你讲好的呢？嘿啊，伊知影问啊，2工互我选啊。哟。迄个成功吼，紧趁钱。哟，然后一定做落啊，咱就好好做安尼。系啊系啊。哦，啊会惊烧还是惊热袂？你当阵啊开始？烧时迄阵啊是拢无想到遐去的。做这做热啊做烧的，是毋是咱在地囡仔较无要来遮认证这个工课来做？第一即摆就是外籍工啦，啊无就剩下就是外籍新娘嘛，较侪。咱迄个新住民。咱新住民啊，较侪。你包括阮这边2个产业嘛，你著豆皮嘛，啊甲温室蔬菜，另外是共阮欠工啊。欠工。嘛无少人要做啊。啊有想过讲，这交后生交查某囝安尼？你后生啦，查某囝无咧国内啊。哦。因为我做好奇，因为我头家伊的面看起来足善良的，对啊，做工家人足好的。我想问讲，毋知影咱拍拼遮久吼，啊，你有啥物感谢话要甲恁的太太讲？你当个，哎，你有啥物感谢要讲啊？做想要知影的啊？无啦，伊讲这样伊这工课做成功哦，我要感谢阮太太。这样。这样，这种要感谢啦吼，是毋是安尼？感谢。因为伊若无答应讲，咱做这边啊，咱来开咖啡厅，敢毋好？哦，安尼就无这道啊。关于讲这做这行课哦，足辛苦啊。啊，伊还叫做工厂的工课，啊，出来底工课还搁做啊。啊，伊迄阵仔囡仔搁细汉，啊，囡仔还搁管囡仔，管囡仔的代志。系啊。啊，当中有饲大人的。嘛是，嘛是做。因为阮爸爸真早就过世。较早过往。嘿啊，阮妈妈弟弟啦，啊，因阮妈妈弟弟啊，歹势个咱做事业个4大人去替咱烦恼。烦恼哦，安尼。啊，所以咱会当家己做，咱拢家己做，尽量家己做安尼。多艰苦我是爱做，做到半暝我是爱做。嘿啦。我来讲这个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啊，恁的用社比如讲啥物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 Happy Birthday 时写一张卡片啊，啥都卖，应该是卖啦。无用啦。我感觉讲记这个人袂歹，真正的。因为讲安怎讲就是，做事业吼，算讲做拍拼的啦。伊是会讲无即个过来无假日。无假日啦。伊甲虽然讲工厂休困，但是阮本身还搁来做机械维修啦、保养，所以我无啥时间啦。无通休困啦。好，亚文，咱即马吼要来去迄个展现成因兜啊。嘿。你有爱食粿无？碗粿。做爱食。我可以挑菜头粿对吼。嘿啊。你知影讲台南有迄个乌碗粿？我知。知吧？我知。有水准。我较爱食乌的。为什么？因为乌是用豆油的啊。对无？啊，豆油较香啊。对啊，嘿啊。啊，我来去台南，你带我来去食乌碗粿好无？当然嘛，无问题。我想问你讲，你当时通唱歌，你知影讲，我歌唱了足好的，是当时知影？应该是3岁你就知影？头一条向唱的台语歌是我阿公教我教的。倒一条你会记无？迄个黄思婷的香车路口。啊，当时开始比赛。幼稚园。幼稚园就开始比赛啊？毋是，因为幼稚园迄阵，佫是我家己去报的。你家己去报的？我足先进的，迄阵幼稚园老师甲我讲，即届歌手比赛，奖品有迄个脚踏车。有。啊，我就想要脚踏车，因为迄阵我无脚踏车。然后我甲阮老师讲，老师我想要报名比赛。有，安尼。啊，得第3名，拄好就是脚踏车。第2名是啥？你会记得袂？我袂记住啦，反正我就是想要脚踏车。第3名就是脚踏车，啊，毋就好你加菜。真厉害！看明仔载当学这个安怎做粿。敢毋知有粿行食无？一定百面有的啦。哦，到位啊！到位啊！哎呦啊！开火车来一个。嗨！当当当！欢
赞成你，对，拍摄，把你交叉，给你交叉。哦，哎，你好，你好，加口水，好漂亮嘞，好漂亮哦。哦，这里是小美女吗？好可爱呀！哎。咱大家这个所在是云林上个厉害的所在，这做粿厉害是无啦，普通啊尔。普通啊尔吗？来甲恁兜安尼学习一下。莫讲，莫讲。Hello，嗨，蓬荜生辉啦。啊，谢谢，感恩。啊，伫遮随去英文伫遮。祖厝庙送我一个牌匾啦。哦。系啦。较早爸爸曾家村，伫中华曾家村，阮咧整个曾家村啦，来西里遮做生意就遮定居啦。啊，我纪念讲我是曾家村出来，我就个号名叫做曾家庄啦。哦，安尼由来啦，嘛无讲去看啥物特殊，讲去偏去学名有诶无，就感觉即个名，互我感觉足下言诶啦。系啦，但是我即摆就已经闻到香味啊啦，安尼哦，闻到粿诶香味安尼啦。暗顿时间到。听讲啥物粿拢有哦。有啦，粿较方便。行，咱会使。来遐内底拜访一下。后壁。为遮入去啊？对，来换。来，做一件。来，你先行，人家先啦吼。张小姐。这你讲头，这就是米糕啦。米糕。我上爱食这。我上爱食这。啦。嘿啊，甜的啊。哟，很正。哇，阮以前个拄好食。对。等下来。哦，我上爱食这。哦，行。咱就是阮借问者，恁兜是咧做中破菜？无啦，这家常菜。这实在澎湃，你知影？你无看阮某甲饲甲像安尼大，我本来皮包骨呢，我做兵像皮包骨呢，都是安尼饲出来。哎，真正足好煮的。哎呦，这就做几位，这是囝婿。哦，这大查某囝，大查某囝婿，这第二个查某囝，第二查某囝，这小儿子，吼，有够缘投的安尼。应该。哇，这无做兵星安尼足可惜。可能看查甫了。有，无，我用，因为阮昨礼拜时哦，看到两个查某囝，我想讲应该是查某囝。伊就生妈妈啦。无，我想讲就是讲因两个，敢若亲像敢若大学生尔呢。哦。结果已经结婚生囝啊，生查某囝啊，足少年的啊，娃娃脸呐。系啊。来，哦，开始啊，拍摄我贵，啊，恁啊，莫别看我，别做呢，我来。这个你爱食，这个红豆汤圆嘛真好食，你嘛家己做好食啊？真好食。有影啦，你唔甘去啦，可能巴肚枵的款啦，但嘛好食啊。这乌龟壳。哦，我咱整个巧巧够好食啊！啊，头家这是啥物？OK 壳哦。乌龟壳。煮看看。食看嘛。哇。是毋是？真材实料。做粿这个行业来讲，恁是代代传来的吗？对阮爸，阮爸爸开始。因为阮张家村算海边啊，所以阮较早是讨海人。开始是讨海人。阮拢有饲蚵仔过啊，当咧录3顿。啊尾啊，就是阮阿叔台中做咧袂歹，就是讲报阮爸生意那样讲，啊无恁就去台南做啦。啊去台南，迄边台南无人做粿。较早无人做。台南毋是拢咧食粿？是拢无人像阮这算较专业啦。较专业专门做粿咧做批发，真好做啊！但是较早交通无方便。落尾搁刷转来食。阮爸甲母较袂信啦，就去请教神明讲，中部爱来分林西里这所在，好地好地理好水哦，这真正是真正。好所在，好所在就对。人间天堂啊！西里这所在也袂做风台，也袂做大水，也地动也无代志，钱通啊油洗洗啦。银行啊，寄袂离，农会寄袂离。所以落尾才搁刷来西里遮。对，嘿，民国62年才搁刷来遮。哦。啊，就是遮定居啊啦。啊，伊当初做这道的时阵，你就是真细汉的时阵就甘愿要做这道，还是讲曾经想过讲我要做别行啊？我讲读到高中时，我上不爱做这道啦。啊是要做啥？要饲物件，牛甲羊啦。
你想要饲牛？较样，较样，因为我读兽医科的啦，这是读这些梦想啊。哟，拢想有一个梦想，讲经营一个农场吼，爱看看咧，安尼内底安尼，一个休闲安尼。啊尾咧，你踏入这个社会，才知影事实的，毋是安尼，足残酷的，毋是你想安尼。咱嘛是想讲去外口吼，看有闯一片天嘛。哟，乌白做啦，煮啥嘛好啦，工人嘛拢去有去做看卖啊咧啦吼。做的甲阮阿姐讲，你规矩莫做啦，我才做到啊。我要你遮做，我就转来阮师弟家己做到啊。阮妈妈甲我鼓励啦。我等下讲，你都有做，才知影讲输赢啦。你若无做，就是拢一定输的啊。你拍步无踏出去啊，对无？因为你若毋免讲资源拢便啊，拢伫遮。爸爸留落来资源啊，对无？客户嘛拢有固定的客户啊。你有几兄弟啊？我就知哥一个尔。你一个尔？对哇，孤囝呢吼，家己要担这个订单，这是无简单的吼，不简单。所以讲你决定要做这道了，都毋捌改过哦。哦，就是我做就是爱了落，就爱做。拢毋捌出国，毋捌。专心咧做这道钻研。你当时熟悉恁某？我高中就捌你啊。高中就开始啊？迄时无交往。无交往。等下5、6年了后，才佫熟悉。哟，看到当流水烂尔。因为阮读册拢是和尚学校，有咧想，但是都无机会。较练球手都袂使啊。袂使啊！哦，练去看。你若写情书，你就食力啦。系啊，迄正到我就叫你去啊，我导师叫你去啊。哦，交往偌久才结婚啊呢？哦，迄时有够久的，99天，99天就结婚啊？遮紧？我算看卖啊。没有。7月3日熟识对无？就8月1个月，9月1个月，10月嘛。你会后悔讲嫁予伊讲啊，欠一世人安尼袂？哦，大家遐是有影。有影吗？捌讲过？毋捌讲过？毋捌讲。无啦，应该是无讲出嘴啊。心内拢一直是。歹势，啊！我听讲说歹势。我都有听讲，因即摆已经转来接事业吧，接家己的事业吧啊。几啊年吗？你细汉时阵，有共款就小爸爸呢，以前细汉时放暑假啦，就爱做伙到做过到吹过。幼稚园的时阵，迄阵个就有咧椅子，然后拖去抓菜头去边啊，然后背起，然后抓菜头。哇，幼稚园的抓菜头。从有记忆以来。有记忆。这个打箱子很厉害，就是那个箱子要用包装，幼稚园就很小就箱子大概比刚刚那个幼稚园就开始啊，幼稚园，他就你唔惊你讲你讲用遮无拄好，你搬倒还是安那？这种妈妈教的，爱的教育，先苦后甘呐。幼稚园都会帮忙，走幼稚园就通通会帮忙。嘿呐，我细汉时嘛是安尼，放暑假拢爱转去迄个阿嬷庄卡遐倒包水啊。包水啊！包水啊！有这一边的人。他们读那个学校，就是考完期末考，马上计程车在外面等，赶快再回来工作。结业式从来没有参加过。现在期末考完的那一节课，马上就回来。老师会甲问讲，你是咧赶啥？当年我老师已经习惯了。毋过我做好奇，因为我是迄个，我是古早囝啦，所以我就讲毋知影来这三个姐弟安尼做伙时阵，毋知为着这个接这个事业，甲冤家。意见不合，时阵是要安怎？还好啦，因为拢哎呦，他们自己有后自己，他们自己讲，吵爆了。安怎讲？很可怕。很可怕。天底下无绝对公平的啦，就一定是要有礼让一下。有啦，兄弟姐妹不能礼让，那朋友更不免讲啊，对吧？是为着什么代志安尼？工作就是为着讲，安做较好，伊恁讲安做较好，安尼有等有出路来有意见啦。主席出来公布者安尼。你主席没有主席，没办法开会。主席是一样。这样才对。他就是多数这样。对，他就是多数。对啊，他就是多数。对。票，我们一个人一票。无啦，伊一个人8票啦，免讲嘛赢，是咪咧？但是拢是为着好的啦。对，就是工作上要去沟通很多小环节，这样子大家求好，这样也是由他们的意见为主。有，我讲袂罢。没，可以啦。要对面咯。我贵人
拢烧起来安尼。这个一片哈，吹下吹下。剁，我一想啥呢？要爆的。安尼我都无客气，我就继续甲煲落啊。你几点出门？我吗？5点多吧。啊，刚嘛是5点多。就工厂开始，我们就要过去了。我讲这真正无简单，因为即摆你叫少年啊，卖讲啥，因为3点也袂回来，你知影意思？外口看已经有够大间啊，节日来尔，我看这可能有到3楼半哦。这当他卡给我吧。这应该是差不多，迷你巨蛋的迄款的顶级吧，对不？啊，你演唱会的种曹雅文、蔡桃贵演唱会。蔡桃贵之旅演唱会。嘿。蔡桃贵城堡。赞。好。啊，你敢有见过？你有选？啊？你敢有见？有啦，有。高炸！早安！哇，你帅哥，你在一起啊？你做啥？我们现在这个是那个等下要做霸色柜的油葱酥。这油葱头。嘿，这油葱啦。啊，那是我们的那个虾。黑皮啊。嘿，黑皮啊。哦，安尼哦，我会使甲恁斗3工3面吗？可以啊，你要来帮我们。会使吗？可以。因为是稍等咧，因为我想问一下，因为昨吼咧食饭的时阵，我看到你真侪讲要讲那无讲。啊，我你迄感情安那？感情敢欲言又止啦。有袂想要讲话，有苦说不出。啊，今摆爸爸无伫个啦吼。啊，你有啥要讲？现在讲吗？会使。怕现在讲，等一下眼泪就先流出来。没，是伊的目屎流出来是你。我两个做伙流啦。啊，但是你是自细汉就伫遮替爸爸咧做一寡工课嘛？从有记忆以来啦，比较早印象差不多5岁吧。对我们来说，就是有时候像过年啊，像寒假啊，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是没有在放寒假的，阮考试考了，随行回来，嘿，随行回，啊无就是包客停车，因为阮之前是较咧较远的所在咧读册，啊，就包客停车就直接开倒来厝，啊，就倒来厝就开始做，开始包装啊、切粿啊、做粿安尼，国小就安尼啊，国中、高中安尼一路起来，到大学嘛，拢安尼，嘿，拢安尼。所以讲，做粿，袂输敢若押送回家，倒来厝。用爱，敢会收严重？我有跟我老爸讲说，我之后不会接这个工作。当时甲讲的。国中就讲啊。国中就讲啊。哎呀，讲我袂食。我袂食。我讲做这行做忝的，逐工3点起来，以前啊3点起来。啊，有时阵做了10点、11点啊。一个月。啊，你嘛捌甲爸爸讲，我袂愿做。过年的时阵1点就要起来啊。对哦。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市场，然后工厂是3点，市场差不多1点。啊，你今摆在创啊？我今摆在工厂啊。对啊，啊你讲你袂见做，会使困。系啊，你毋是你讲你袂见做，即摆嘛是徛一车，你甲看母啊呢？也是为了生活所困啊。啊，当时开始讲，啊好啦，是爸过来甲你哄劝。就是给到位了。给到位了。好好听哦。没有啦，迄维基讲这种家族的事业嘛，哦。给到位哦，我还记得。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太喜欢的这家子。我们就是被钱折服了。出去外面工作，薪水老板就说没关系，你在家里面做，我给你2倍3倍。哦，这月绩比外口食头路较好。爸爸有会较多啦。真正是有介老实啦。管理啦，啊，你讲你当初是咧做啥物？我迄阵啊嘛是咧人食品，是咧较大间的食品厂咧做工课。哦，啊就做业务啦。啊，人的食品厂，啊，甲你的食品厂，你就无规矩就当来就较好。想要去外口去看看，嘿，去看看。啊，落尾是爸爸安怎甲你讲，就是钱来啦，安尼。决定啊。当来好无？了看，安尼吗？好啦，来，咱当来。是安尼啦，够无？无够。够无？无够，够无？够啊！那这也是啦。啊，你嘛是吗？姐姐嘛是吗？我较含慢呐，我做早就回来啊。
哦，做到就转来。啊，拄好就无完工，啊，我已经找着工课啊。有。啊，头家娘一通电话，我就爱转来。有。我较听话，你较叛逆。有，所以讲爸爸用钱甲你骗回来，伊是钱啦，伊是情啦，啊，这就是家己工厂啊，算唔免。伊做较久啦，较资深啦。嘿啦嘿啦。薪水较悬啦。OK。我较之前啦。之前。我较之前。但是伊袂甲你之前啦。啊，今日你若讲要教阮做粿时阵，要做啥物粿呢？我今日要做菜头粿、蚵仔粿、甲肉色粿3种。肉色粿。我两个通做到3种味。嘿。有。安尼无要紧，啊，若咱做了好，吼。啊，恁遮看卖啊呢？看钱有没有办法到位？啊，我才来遮2点开始上班啊呢。这甲阮头家参详看卖啊。你若到位，我从2点就开始来遮吹粿啊。啊，你讲的哦。啊，对明仔再开始哦。可以，会使。我即马拄啊等咧过年。有。这是蚵仔签，迄是菜头签。OK。即摆会使开始下阮的蚵仔签加下去哩。好。这边就是下菜头签，啊，再搁加油葱加茄米，搁来加肉。哦，yes。但是我足奇怪，因为我想讲，恁是算讲管理阶层嘛，管理的，啊，你嘛学管理的啊，你嘛学管理的对不？啊，你直接干不干，直看就好啊，你啥都爱做。家己要知影伊的规个流程。你要工作的时候，你在做，你才会知道这个伊的妹嘎伫遐倒，你叫我都去教完工。你爱比伊较厚就对啦。你也可以安尼讲是安尼啦。啊，无较谦虚的。是啊。无安尼讲就是。你人看起来谦虚哦，真谦虚的哦。再来是最难的工作。安怎讲？要开始拉。要开始拉。嘿。啊，这个拉的这个功夫，你是要几岁就会晓？国小毕业怎才要互我拉？有。因为拉这嘿，就是袂用互物件拉甲喷出去。是啊。嘿。啊。啊，袂使急。嘛袂使急。搁紧。搁紧嘿。这种矛盾的。既快又不要太快。快很准呐。嘿。来。那第一下压下去要小心，因为压下去它会很会喷出来，第一个喷出来，边啊迄边种会喷出来。刚开始的时候袂使伊就拉，按拉起停起，拉起停。对，从下面开始搅，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蚵仔搅下去。嘿。慢慢它就会下去了，它就会慢慢的。那你要上下，那一只要上下去移动它。对，上下跟转圈，就转圈，然后慢慢的下去。咱刚刚像这样呢，唔知讲是安尼呢吼。对啊，那刚刚出起来逆时针。你别气看麦哦。好，我看麦哦。我就看麦哦，就看麦哦，就这样，我就。对，你个立对的安尼就。立对就开始动啊，开始动啊。对，慢慢的，很慢很慢。刚落地啊，你再开始，落地再动啊。嘿，不要直接压到底。嘿。哦，现在是比较慢。这样是比较慢，可以再多一点。可以，安尼是对的。可以再上来一点。上来一点，再下去，可以再高一点，好，再下去。啊，台哥明天来我们这边上班。对啊，可以。可以。很厉害。这样差不多可以。OK。很强。很 OK。很 OK。是呢？要不要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高阶一点点的方式。这有节水，这真正节水。进阶版。因为料较济。哦，可以较拍。我会用想的，我想看卖。哦 ，OK， 可以。可以啊，真的。要注意那个油仓哦，油仓会喷。啊，顶甲底才会开始拍。顶甲底才拍，要无顶甲底拍伊会喷起来。不脏吗？改不脏？你安尼做好的时阵就开始用这吗？国小就开始拉了。是啊，应该加大呢，辣啊。啊，无伊爱扩开。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水馈着，对，馈着这样拉，不然你这样撑着的话，它那个借力使力。对你大概可能拉个2-3桶就没有力气了。系啊。好。OK です。
And the last one. Last one. Last one. 那我出来，我出来，要试者。我试者，我试者。来哦。来哦，来我头起尾哦。好，我呢。直接咱进阶版。我已经安尼大力搬水来搬。压下去，对压。它有点重，其实这它有点重，可是又不能太，就是它可能会破手的这个 muscle 哦，对，真有帮助呢。平常很好了，过年就不好了。对，过年就不好。过年就会痛3天。来哦，我们来吃哦。你可以用你的脚给你帮你支撑一点力气。对，因为我们女生没有那么大力气，撑不住。哦。对，脚是辅助你撑住它的很好的工具。你小看哪扭，小看。我们嘛袂歹。要慢慢甲扭。哪扭？慢慢扭起来。慢慢扭起来。哦，赞！我们厉害。手都酸了。还是我来。要。可以。我点落我才来。可以。好，上困难的迄趴结束。哦，你们接手。OK。哦，不简单。啊，辛苦了。台哥，你有在健身哦？有啊。有哦。对。因为可以撑那么久，很厉害，悬空的这一种。是哦。终于有个明眼人知道我在健身了。我们要很多机会可以健身。你看，是不是教我的？嘿 ，OK 吗？可以。好，那现在就是弄拍好啊。拍好啊，嘿。拍好，即摆阮就是要倒模。倒模倒来阮的人绳顶管。待人绳倒了，就要摕去吹。吹才要吹偌久？吹2.5个小时。2.5个小时哦。阮这是米现磨直接吹2.5。2点半钟啊呢。2点半钟。这爱互阮较专业来倒。爱较专业的。爱专业。阮有一个最专业的师傅。师傅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阿三。阿三为哪里来？越南。越南来的哦，我都要感谢咱的越南台义工啦。你来这边几年了？我7年了。啊，你觉得你在台湾工作，你开心吗？有开心啊！哎好，咱甲拍婆仔感谢，咱感谢咱外国来义工对咱台湾的贡献。好，来。即摆要分一半。对。咱请咱的专业的阿三哥啊，要开始吹啊。倒掉，柿饼都爱甲滚烘焙。哦，用冰棍啊。这差不多塔几层？即摆是第6层啊，一般是第到8层。那台哥试到。好。我来啊，好不好？有比较重哦。还是你来？我帮你辅助他上去。好。哦。然后手要伸进去里面。对。还有上面啊、侧面啊、后面啊，让它给它背出来。好。好了吗？好。好，OK。盖的下一杆四边，这感受弄一下。好啊，但是也不能太用力，对，要让它4个角都有摸到菜头柜。哦，这样啊。手就甲，因为另外一个手在甲背了。嘿，对。对，差不多这样。再就是要把它放到蒸炉上面去做捶柜。揉吹。就是这样。爱搞揉吹。我们叫揉吹啦。揉吹啦。然后吹完起来叫劈吹这样子。劈吹。那就要用那个天车。哇！哦！我顶个看到这款的是咧造船厂，你知影？各用那造船厂无？啊，就话这样，咱就是钓。哦，钓水啦。一般我们这个是会另外的专门在钓的。嘿，我刷开者。然后上蒸炉，即摆就是看咱吹油顶管，即摆按起来，开始算，按起来开始算，即摆开始算2点半钟，2.5个小时。好，行。
哦，你看看，这个风景非常之好。这什么所在？这是我们的西螺的黑豆田。乌豆啊？嘿，乌豆啊。哦，这乌豆的田就对啦。嘿。哦，但是我知影讲，西螺遮毋是做豆油真多对吧？对。乌豆咱拢是咱遮出产的吗？无的，阮遐较早以前拢是进口的。拢进口入来啊。较济，因为咱感觉就是爱做咱家己的本土的西螺在地的。哦。自产。真正。自己的原料。家己种。家己生产的豆油，所以讲这乌豆啊，就是为遮来的，对吧？哦，这种这乌豆啊嘛，这几年的代志吗？就是你都唔知啊？这我就较无清楚啊。有，啊，你带阮来遮看就对啊。哇，可以问因头家较清楚安尼。嘿，头家你好。你好。大哥吗？嘿，你好。哦，请教者，请教你几岁？哦，姓蔡。哦，蔡先生，啊，你咧恁后生？小蔡。哦，小蔡，大菜演的小菜。是的。因为我拄仔讲，像讲遮是真正咱的本土的乌豆的产地就对啦。大本营，干那遮尔，无其他的所在。复兴台湾乌豆第一个所在。安尼也先甲你抱一声鼓励者，真正。多谢。因为以前乌豆拢是进口较多。伫民国60-70年，台湾有种6-7万架。啊，尾啊，就拢伫国外进口入来。啊，是安怎放起来？因为大家台湾要食好米，啊，过来关税的问题。豆啊，拢伫国外进口，到民国90几年遐时吼，台湾根本无人咧种豆啊，无人种乌豆啦。大豆拢无，大豆就包括乌豆、甲黄豆拢无。啊，所以伫民国99年，全台湾我第一个出来，甲咱这台湾豆啊，甲找到顶来。因为这样豆啊已经有断过去啊，所以我当我去咱西里讲新庄吼，去找一寡70-80岁遐老阿公啊，出来甲我教。搁一届安尼开始就。因为豆啊种，咱在地爱用在地种的，免用国外，咱爱用原生种，咱就去找大人改良场，甲因摕豆啊种，过来一粒一粒甲复兴起来。哇！真正辛苦。真大一个工程呢。啊，即马是差不多几家地咧种这大豆啊？伫民国99年，全台湾哦，剩无100家。今啊，目前我尾啊，搁接台湾大豆种招，咱已经拓展来到5000家，全台湾遍地开花。哇！安尼你这时岁是你要对爸爸，还是爸爸硬强逼你来对做伙做安尼？我等来接。你等来接？应该是讲我看伊上辛苦，所以我就自然退伍了，我就等来接。安尼才行。哦 ，OK。啊，即马这看这已经是拢已经收好啊嘛？熟啊。这会使采收啊？真啊，拄当咧采收中。阮伫咧12月冬，啊，拄当咧采收的时阵。熟的时阵，就是讲会变安尼，这个色水就对。伊少年的是像这少年的是，这少年的是，拢总叫毛豆。啊，对啦。毛豆啦，绿色的，色啊了，伊若皮肤乌的就叫乌豆。哦，是安尼来的哦。皮肤黄的就叫黄豆。哦，你就黄豆，你就黄豆，我皮肤乌就叫黑豆。安尼，是安尼。啊，你敢是学农的？不是，你学啥物本来？电机。电机的，等来安尼做这安尼是赞。等来做头家较开。做头家较开哦，安尼你甲我教看，卖看安怎收，好无？安怎采收？你甲我教一下。可能吼恁。手比较较优秀，是咱来挂一下手套，挂一下手套。哇，谢。你对我行。嘿，啊，爸爸甲迄个雅文啊，你甲教一下。来，像机械来，咱小东咱去做。机械来，甲上头前时阵，伊遮因为这是基林地，咱三角啊地，所以伊个遮有小角的所在，我会较骨力的，就是倒手落掠尾仔，吼。因为这前几日有落雨，所以土真软的，所以一只安尼撮起来，撮起来，啊，摕你的倒手，甲伊当做一把安尼，哦，我知影。叫好了，怎安尼互伊起来？哦，一定爱起来哦，袂使互伊倒去，因为倒去伊怎撩袂起来，所以伊等者安尼怪的时阵，撩袂起来，我知意思。是。所以讲是因为这是因为要出去的所在啦，安尼阮做，啊你甲阮监督。好，看安怎做，安尼就麻烦咗。别，走。家己迄背后跌倒啊。哦，安尼机械较好修呢。对，阮细汉有学吼，坐迄个笑话就讲，一只狗带一只狗仔去狗仔佚佗，
哦，这个我有听过。狗啊，跋咧狗啊，狗啊叫狗，去摕狗啊来狗狗。狗啊叫狗啊去摕狗啊来拍别人吼。哎。台语就是这处理。你知是啊吹鬼啊，即摆搁来挽刀，你是有够忝的。你敢知因兜卖鬼？我知。哎哦，做出名的做出名的。哦，啊，恁若要食鬼嘛，会去买因。是的，安尼好。今年是因为风台啊的关系，所以会起足济，无正常拢逐丛拢会徛甲直直，敢若你做宪兵的时阵同款。啊，阮一般咧判断豆仔是毋是熟啊无？阮拍就知影，拍伊会掠，它的。哦，伊有声音安尼。对，伊的迄个豆仔甲伊的迄个壳已经分离啊。分离就是代表。敢无啦？你了解袂？了解。OK 啊吼。OK。我看到啊，伊这伊这壳别开，我看到这乌豆。迄昨做日落雨，伊的眼仔接着水。眼仔伊就别开，若搁继续落雨，搁落2天3天，伊会同啊水上开花。伊的眼仔开就开安尼。即摆会食？雨落落下，即摆会食？阮一般是无食啦，阮是咧试伊的大豆。就是大豆是什么意思？它里面的水分爱打吗？还是爱打较好？要够打较好。对，我听看没有？试下大豆。无徛做软的，安尼就代表水分搁足悬的。爱有徛着无？正常加落会徛一下，袂歹食哦。一般若像阮这来个市场，安尼差不多18度。18度什么意思？18度就是伊豆仔内底降水的时候有18度。你真正达人，你安市个18度，差不多。啊，今日温度几度？今日温度嘛超18。好来，继续。啊，你家逐工嘛是伫遮咧做这吗？我做嘛会做啦，但是真啊拢咱二代咧出头，啊，所以产业的工作都拢互二代去处理。啊，我甲伫咧加工的部分，遐是伫门市的部分，啊，咱来做贩收。咱豆仔有收嘛爱有法度卖啦。台湾嘛有阮迄叫碳白黑豆，迄来配茶配米露吼，练迄喙齿筋真好。安尼，无怪讲你皮肤照顾。安尼哦。系啊。咱这豆仔会比别位搁较好，这原因你知影无？因为咱这叫做800价种产。较早日本人咧管理台湾的时候，日本天皇吼，伊感觉台湾的米嘛真正好食，就是咱落水溪的灌溉流域是800价，这800价收起来的米拢销抵日本，天皇的家族咧食，所以另外一个称号叫鲜纳。其实人工很累啊，机械化采收你就知道那个速度在哪里了。没了。对啊，它刚这样快。10分就 OK 啊。OK 啊吼，这才几分地安尼。这3分啊。真厉害。那个咱头拄机械已经展示过采收的过程啊，啊，正要互你体验看卖讲，以早人是安怎甲乌豆仔厝出来。哟。所以咱头拄有挽几啊丛起来。用人工的就对了。对，用人工。啊，你感觉爱安怎做会较舒适？安尼啊，我知影，应该是这甲挽落来，放喺内底安尼，啊用大的啊无就用站的，啊是用软的。哦，对，但是第一个工课就做唔对啊。我知影，用个先拍的，你是意思是安尼？无，咱规把开出来，一只互伊咪咪地啊内底。放在网啊内底。你若一个伫遐爬，伊有可能就爬个东西。生活中有啥物压力吼，就是网迄一爬啊。我知。哦，哇，这压力足大，这压力很大。OK， 是不是？嘿，但是你压力真正太大了，拢飞出来啊！现在拢会飞出来，因为去挖着涂骹啊！以早的人真正拢是安尼用，但是因个会野菌啊开始伫遐讲。来，你有要试甘蔗？哎，佮袂当伤大烂去。袂使伤大烂，我唔知讲伊这遮紧，遮脆，嘿，遮脆啊。可以，继续。根本都无拍掉啊！不拍掉吗？你现在甩到都后面的豆子。哪里？这没有，那我们抓这边就好了。这可以这样。对。哦，安尼，这力会使啦。OK， 有开啊。哦。有了。那后来它全开了以后，我们就是有拢开。对啊，
就把豆荚拿起来就好。这些豆子就是漂亮的。哦，那个吹掉。以前老人拢可以畚箕啊，这样甩，然后靠风它就会吹掉了。啊，这样拢机械化，那电风同款啊。到啊6月时阵，电风吹过，遐阿渣就拢飞掉。这真真水呢，你讲实在 OK 啊，乌豆也变黄金啦。阮伫咧民国111年的时，阮有去甲农业部甲因建议讲，因为豆仔遮营养，应该爱互咱台湾的学童来去食到咱台湾种的豆仔。咱农业部吼，伊同我开放政策，免费送予全国学生的囡仔食，各中小1个月食1罐。免费送因食。对，阮即下还佫另外一个动作，阮已经行入去甲长青食堂，大豆入菜。互因食到更加健康、更加营养。互老大人食的啦。对。对啊，因老大人袂保持啊，啊，你啊这软啊，煮较软的，毋是。对。所以我感觉安尼会使吼。你若讲老人的食堂吼，啊，甲咱的囡仔的迄个营养午餐拢会使安尼。系啊，而且营养价值真足高。我们西螺，我们这边很常会办一些什么活动，其实真的我觉得。对啊，你用这乌豆甜粿，谢谢，好不？那我要期待一下。谢谢。对，再期待一下。安记啊，体能，这间是咧做体能。嘿，恁爸爸的朋友。嘿，这阮爸的朋友，今晚要带伊来看嘛。看卖。嘿。哦，嘿，要出会啊！你好。听讲恁下面爸爸拢做熟的，安尼。哦，是啊。啊，但是我讲淡水拢是体能，我看你听讲婚礼原来有体能的。无，我已经做40年啊。40年啊。对。歹势，安尼我较不对啊，我唔对。哦，啊，各种口味拢有。阮有几个种口味，阮有原味的、咸的、胡椒的、麻辣的、甲蒜味。我这就是要出予淡水的。真的假啦？细声咧，唔好讲上大声。是。啊，结果是恁遮做的呢？安尼歹势，啊，是我不对，我唔对。安尼啦，因为咱罕子来甲婚礼遮嘛，我想。会使看一下恁的这个工程是安尼生产的，安尼袂使。安尼。会使 OK 啦。我一向是拢无啥物要互参观啦。今日这好朋友带来，这阮家己好朋友带来，这安尼。爱看一下，就要看卖啊，好，看卖啊，谢谢。感谢。啊，这顶是咧卤，咱的烟土蛋呢，阮今日都有卤2鼎，一鼎是卤原味的，一鼎是卤咸的。这个卤的时阵，差不多时间啊偌久？咱入去卤的时阵，差卤8点钟。8点钟。哇塞！慢火互慢慢入味安尼。这用咱真了解术呢。这用家术，这用家术的吗？是用家术。咱卤8点钟了，阮过顶工，搁爱甲好起来，落去看手机，落去看数，搁看数。对，啊，就变成咱所讲的体能啊。体能啊。啊，看数，搁爱看数偌久？看数3点钟。3点钟。其实这卤起来，安尼食嘛真好食呢。真好食，对无？较外当来食看卖。食看卖。啊，我看这边的迄个麻辣的色水可能较无共。我看到一支这吼，是要用来拉的吗？对，泰哥，你当来拉看卖，这就是因为吼，咱咧卤，因为咱长时间咧卤嘛，卤8点钟嘛，咱爱想着爱来甲拉好叮当一下，啊，互伊的色水较焦浑，袂讲咱皮面顶色水就变伤深，安尼色水会较歹。这个应该是酱啊啦吼，顾存啊来酱对。来，泰哥，你来拉看卖啊咧。啊，你唔着较深咧，哎呦，拉落，拉较深的啦吼。其实咱即摆咧拉，咧甲拉叮当就是吼，互咱的能会当色水较平均一点，均匀一点啦。啊，拉得就沙咧，啊，咱差不多再过差不多半点外钟啊，1点钟依然嘛是爱来拉叮当者。哦，过1时啊，过。可能这家桶内底就是秘方啊哦。正确的，我拢无想要讲，你互你发现是吗呢？哦，来。你要试看卖啊？试看卖。来试看卖，来。你看卖安尼一鼎能炒偌济呢？1500。安尼又上万，我跟你讲，一鼎能拢总25000粒。啊？25000粒？对。因为这一鼎内底拢总差不多400斤的烟土仔。会量400斤就差不多。一斤的烟土仔能差不多
差不多才60粒。啊，这是毋是要分开卤？比如讲，咱即马卤这鹌鹑蛋，啊，若是卤一般的鸡卵，爱分开。分开咯。啊，豆干呢？豆干嘛是分开咯，嘛是分开啦。这有一个计势，其实你要有一个支撑点在遮。我让你拉。哦。有疗愈无？哎，大姐，我问你一下，啊，你是这个工厂开始的，你就一直在做啊吗？是，开始想要做体能的时阵，我就是开始做啊。对，阮做体能是对阮爸爸迄个时阵就开始做啊。对，啊，其实阮爸爸迄时阵上古早是伫咱的西里延平老街咧开布庄，啊，因为布庄开到差不多民国70年迄时阵，因为咱生意业发展嘛，所以布庄就拢无生意啊，所以就想讲，阮兜囡仔遮济，大家拢爱食物件嘛，啊咩啊啦，所以才想着讲来做体能，爱当互遮囡仔食，买当卖安尼。遮侪行业恁爸去想着做体能。对啊，为什么做体能上重的原因，就是因为阮西里上出名就是豆油。啊，有影，这有影。爱食卵，爱食卵。阮妈妈讲的，逐工拢买卵，买到会歹势。啊，因为囡仔5个囡仔拢爱食。就是安尼开始做体能啊。哦，是安尼来的。是。哦，啊，即摆拢规拢交互恁啊，就对。对。拢少年来咧做。哦，少年。啊，咱较外来提寡，咱来食看卖，小的体能。小的体能食看卖啊。所以说，即摆即个卵已经卤好啊，对无？卤好的卵爱用人工啊，甲放喺内底。对，啊，甲揢好势安尼。好。哦，爱揢好正，揢好正，哦，我才得人听。好，来，好。啊，即种即摆已经是咱即摆较流行的包装方式啊，无咱以早传统就是爱用手工一粒一粒装，啊落真空机包装啊对。那个想要咧揢啊做疗愈的哦。OK 啊。疗愈，安尼一排一排的。对啊。换手。开始。然后要把它摆正。摆正。安尼。是，哦，足水的啊，足老的啊。你就是徛这块对。我就是爱徛咧遮，爱搁整理。我搁敲者对无？我品管的，行啊来，就是爱咧遐着。哎，安尼你有适合来做我这个工课哦。会使啊。我搁摆好正啊。摆好正啦。安怎？我给你蛋下处理。你讲哪？安怎？我掉蛋了。来，咱试食看卖啊，哩安尼，这烧烫烫的吼，来。其实我老实讲，我拄仔已经偷食。你食过啊？是啊，很老啊，算来先食一很老啊。拄好伫遐拉叮当的在咧食，就是这个。就咧食哦。先甲试食看卖。开始哦。好 ，OK，来。我感觉这会使较咸的呢。会当较咸吼。小可淋一寡迄香油有无？嘿。这哪位？这是辣味呢。这若对我来讲，这辣味无够啊。无够吼。我较咸落啦。哦。真的，可能一寡少年囡仔较唔敢食遐咸。是啦。嘿。大众口味啊。大众口味啊。啊，这就是体能。这是做伙体能，它到咱包装就是这。这。嘿，体能。这鸡卵啦。这鸡卵，吼，这是鸡卵，啊，迄鸟仔卵，甲试食看卖啊。考验恁家己用即摆这个功力哦。给你考试哦，嘿，看你爱安尼硬起来，才会好势哦。用手就好啊。可能呢。我拢是我这有下山。系啊，唔是较紧。Q 的。它很 Q。以前我食过铁蛋拢做甜的。做甜的。啊，这个是 Q 的。是 Q 的，对。你咋食的？迄个铁蛋是铁，不是蛋。是。迄是食当食铁的铁。啊，这就是咱的迄个乌豆。乌豆啊，是只，咱都要去换迄乌豆。是，本山的乌豆。好食。
啊，咱这乌豆是咱较健康，就是拢无调味的。无调味。嘿，啊，就是方便啦，咱就是偷开了就当随食呢。哦，咱过来食看卖，咱的豆干。豆干。来。咱的豆干就是用非基因改造来做的，做香做甜的，袂死咸的。伊有迄个酱香味。这款味你个较合你的味吼。比较重口啊。对哦。适合当那个下酒菜。对，下酒。那是搁较咸的。的那个零食。对，那搁较咸的，袂使。搁较咸的。你嘛食较咸的哦。我讲做爱食咸是讲我尔，你知影？大家拢爱较爱。我是辣妈，所以爱食咸的。我问你哦，你有啥物感想无啊？因为你嘛是姐弟一起做事业，你嘛是姐弟一起呢。我这羡慕的呀。都羡慕。我感觉因两个姐弟啊较嘴笑目笑呢。系啊。恁原来有咧笑啦，但是我较年轻啦，不够成熟啦。对嘛，他那个笑容还没有，还在里面，还没出来。对，还没生出来，还没生出来。生吃咸尔，所以可能有拄到较侪困难啦。啊，两姐弟啊，算已经嘛做20几年啊。他成功了，笑容都在脸上，可是还在打拼。啊，以前恁敢会有人在为着什么代志冤家嘛？冤家也是安怎？开始是真正嘛是常常咧冤家啦。哦，讲过上啊，拢听你的吼，应该是拢听你的。啊，那弟弟若有啥物唔对的所在，你会安怎甲讲袂？伊当初较少年的时阵。我嘛是直接爱直接讲，咱才会当改进。咱的出发点就是拢爱为着公司好，吼，为着咱的产品。从我二姐开始接班，她也进来接嘛。所以在接班的时候就开始在玩 game， 玩到现在还在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达到那个所谓的大家一起共同进步的那个。这家伙啊，原来是大家拢亲人啦，应该是袂讲分你也是分我，啊，拢是为着公司，为着咱这个家庭好啊。啊，咱今日出去舞几工回来，差不多还休困，搁要食暗嘛对。啊，不会嘞。也袂吗？也不会嘞。也袂。我还搁提起来，我怎么提起来？我们还没有结束嘞。也袂。也不会嘞。啊，即摆是安怎？即摆就是阮即摆咧带，明仔载要爱带签。嘿，爱带签。明仔载了，即摆咧备料。所以讲，咱早时啊，迄签拢是咱下晡时啊4、5点开始带。嘿，因为我隔顿工差不多5点就开始吹过啊。所以阮拢进前工先甲阮的料拢备好。阮若是过年的时阵，即台机器是无咧停的，一直带，一直带，啊，可能搁带无够用的。还搁要试看卖啊无？我到啥工者？你对焦落去，啊，所以你手爱细腻这就来的哦。小心那个手，最好用它去推它啦，不要用手去推它。嘿。太头咧下料，因为这是机器下的，所以也有一个皮，啊，这个皮要紧掉。要紧掉。嘿。我跟你讲哦，你咧杀洗的时阵哦，有当时会闪神，你知影？会哦，因为伊遮一直咧教嘛。啊，你看咧，然后呢，会劲，规人会劲去，你知影？会啊。公神呐。公神。啊，你危险咩？啊，危险哦。然后镜头的镜头落去就过，登去啊。啊，你莫忘着这个，伊这个就是伊个带，伊个带迄个刀，迄个刀啊。啊，说伫迄台，迄个刀片。阮讲的迄幼稚园背椅啊起来就是这啦。就这哦。嘿，这快迄椅啊跨起，然后扛这就是这。其实来讲哦，咱做这道哦，爱真有耐心，你知？你无耐心的人，无得做。啊，嘛爱专心的，你拄仔讲安尼若无专心，足危险的。你看这白菜头，我觉得蛮疗愈的。白白安尼很水。它是很疗愈的工作。对啊。对呀，如果只有一桶的话，如果没有镜头，那就不是疗愈了，那就是白色地狱了。好，没事。OK。好 ，OK， 恭喜你完成。OK 的。我一个问题唔知会使问啊，袂使问。因为一个真大的诱因就是讲，领有够钱嘛。看是安尼吼，我要拼我未来人生啊，看是安尼。所以讲你管你回来遮拼，回来厝诶做伙做，咱一个月差不多会当领偌济。冰东时的薪水其实
正常薪水尔。正常尔，甲员工拢相像。嘿，相像。吼，啊，过年红包分红啦，高一点点嘛安尼。一点点嘛安尼。一点点，搁一点点嘛安尼。一点点，搁一点点安尼。啊，有够恁出国佚佗？嘿，有够。所以讲，拢是咧等迄个红包，通我出国佚佗安尼啦。看了会很满意的那种。年终奖金。会觉得今年的工作努力都值得了。有价值啦。有价值啦。啊，有讲一年比一年搁较多无？有哦。有哦。哦，袂歹哦。头家娘的加码。你若感觉无够的，加码一点嘛，一点点嘛，搁一点点嘛。因为我以前咧外口啊，穿家己的，住家己用家己的，嘿，啊，即马住伫厝，就是穿厝的用厝的，住厝的。安尼性格 OK 啊。是个躺平族啦。嘿，就是算躺平族。安尼，啊嘛真奇怪呢。你叫爸爸就爸爸，妈妈就妈妈，啊，像讲阮头家娘，你这边什么意思？啊，无法度啊。你分别，咱来分别甲安尼。因为过年时阵人客就侪，啊，因为就无闲诶，啊，所以叫爸爸妈妈又无想要插你。头家娘就是一个 keyword，哦，原来是安尼哦。就是钱要来的意思。这是一个那个触发的关键词。对。哦，咱昨咧食饭的时阵，我就感觉奇怪，咱明明咧食饭，大家气氛嘛真好，讲，诶，这阮爱看阮头家啦，爱看阮头家娘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感觉讲真奇怪安尼。啊，无度，人生就是安尼。嘛唔知什么当时开始安尼变。无，你若是因为细汉时阵，你有拄着代志要叫头家做紧急的代志时，要叫爸爸是无人要睬你的。就是一个学习曲线。对。以前叫爸爸妈妈叫久没有人理你，老板娘老板会有人理你。对。就叫习惯了，那个学习曲线就已经养成。对。小时候较白吧，他们讲头家娘啊，我要3升粿，啊头家娘讲好啦，等下马上出来，出来看到我安尼。哦，你们看推。啊，就无面，伊的性格会较暴躁一点。哦，我甲你讲，我讲实在，啊，我来遮较，以前就白吧，敢若做操也未一工呢。系啊。我都已经叫要行起来，工课吼做复杂的，要做细心。细心，啊，搁长时间。对无？其实迄个真正爱做够。无简单呢。像这有环节若错唔对啊。我讲这个粿你若无记起来，明仔载人客若食到，讲哎那规地拢菜头，讲哎歹食，啊无讲你安尼安怎嘿？咱吹袂，咱吹安尼袂用钱。啊，即摆是问一个私人的啦，哦，像姐姐结婚啊嘛，大姐啦，大姐结婚啊，啊你是有女朋友啊，系，啊二姐咧。啊袂，无时间啦，无时间啦，无时间哦。那我欲言又止啊，欲言又止啊，先莫甲问啊，先莫讲好啊，先莫讲好啊，我等下就开始把菜捞出来。你明仔载就讲，诶，啊恁菜头粿今仔较咸哦。有伤心的味道。哦，无要紧，只要讲咱过年的时阵，这菜头粿卖了好就好啊。过年差不多，因为有3天无休困嘛，阮的小年夜。啊，个小年夜进金刚，甲除夕当天。28、2到30、24点钟拢会吹过。无休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阮人客就是无咧停的，24点钟拢无咧停。半暝1点、2点、3点拢会来排队。半暝1点、2点，就对阮遮安尼排到门口去。阮上济排到5点钟啊。前年啊。排5点钟，就为着要买着恁的菜头粿。差不多5点。5点钟安尼。去就是年后过来甲我骂啊。摆恁个岛的粿排5点钟，5点钟上底啊吧？袂上新鲜的。今年是5点钟啊，旧年有排较起小的，排到俩公。透早7点排到暗时10点。但是这嘛真趣味，就是讲，是安怎会等遮久，就是因为物件好啊。系啦。有一个知名度啦，等于我阿公开始做啦，做到即马嘛是。要60年。差不多60年啦。安尼恁套动啊啦，同甲恁这代安尼继续这名声落，安尼 OK 啦。原料啊，啥物手路啦，顾好安尼就好啊。咱下早毋是有吹粿吗？咱即马上有一个上尾一个步骤。吹好啊？吹好啊？要来食？无啦，要买咧，要买咧，后壁还有好几个步骤咧。哎，咱即马来做下一个步骤。好，行。这是阮早起做好的嘛？嘿，早起毋是有做一个港式萝卜糕？就是这就是港式萝卜糕，即马脱模后的样子。已经是 OK 啊。嘿，就是你下早咧拉迄层粿安尼。OK。哎，这有一点点难度哦。
安怎讲？嘿，可能要学认真一点，每一条轨伊的跨度是外跨拢扭好，看看就是有值，就值，就确定这样子。做对的，做对的，这样子我好开心啊！盖就是要切环的，来，你去领请奖金的 ，OK。爱甲阮头的讲，叫阮头的包较大包咧。敢若看都无简单啊，莫讲切啊，咱讲真正。阮上手差不多爱2礼拜。对啊。来，出师爱上少爱1年。就用我的，然后往后拉。靠拉。嘿，慢慢的切。其实蛮直的。哦，拼它，叫老板拼它。还可以啊。可以，很直。免讲，很直。还可以来。来。那我来你来。我对国校啊，差不多6年级开始切。切。这另外那会晓哦。会，这样是较无难啊。你问到工作薪水最高的切柜，就是切柜哦，所以它是里面最需要技术的工作。有天分，像台哥都有天分。其实我可以来你们家，我会当来领导做这上有天分的代志。明天5点。我安尼业绩点较悬就对了。OK。你看你要偌济，你讲。我甲阮头家参详者。嘿。试试看好了。你莫怨我真好，你莫怨甲家己顾好，你莫怨欢喜就好，请你保重就好。你莫怨我介好，你莫搁啰嗦，你莫怨我真好，我会带你爽快去佚佗。你拄仔唱的迄条吼，足着实的。安怎讲是啥？因为吼，咱即届来甲做菜头粿，咱即家伙啊，妈妈你免烦恼，我已经大汉，是毋是这意思？你懂我，是不是？是毋是安尼？啊，你莫搁管啊！无毋对，就是咱台湾人吼，就是讲安尼，你莫管啦。嘿啦，心内是讲，你莫管我，好无？啊，只是讲歹势。嘿，歹势讲出嘴。我想讲三姐弟仔嘛是这个意思啦。啊，你看，比如讲咱来甲这个，那做菜头粿转嫁这边，你看到因姐弟仔，哦，啊，甲因的这个时段，因遮的沟通的时阵，你感觉安怎？其实就歹想象的，因为我真正无，自然就是无兄弟姊妹啊。因为我较诚实啦，所以我做少你讲话，因为我无人甲我讲话。啊，你较喊你讲话？做秘书的啦，做少甲人讲话，有时阵出去毋知影要甲人安怎开讲。哎，因为主持人我就较少甲人讲。我哎呀，辛苦了，辛苦。哎，没事，咱讲努力。啊这，哎呦。这叫许愿成功呢，咱都有淡仔念尔。哇，这是毋是迄个？这是张台哥讲要食的米糕啦。这就是米糕。这是这是红豆甜粿。红豆甜粿。这是甜粿。这甜粿，我上爱食甜粿。我嘛上爱食甜粿。甜粿啊，红豆甜粿，我上爱食咧，我先食一。你食看卖，啊。我们食啦。唔讲哟。好吃哦。啊，平常时啊，恁这时间就休困啊吗？差不多做到即嘛。啊，这甜粿我来食看。我就食，就好食。哦。My God，很讲。我刚刚在后面偷吃很多了。有。边煮边碰。你是毋是嘛做爱食甜粿？爱去啊。你这逐工看阮头家咧做啊。因头家，因头家就是因爸爸。系啦。因惯势讲叫因头家娘啊。其实阮坐嘛是做辛苦的啦。就今日我陪恁就是到处可以使去行安尼。啊那。工课啥物个代志，就是阮坐咧处理啊。伊近期嘛是甲阮爸咧思想争斗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啊。咧搭的时阵啊，嘿，搭一般是拢搭啥物较多？拄开始要做网络的时阵，就是算是一个新的通路嘛。啊，阮拢毋捌嘛，我嘛毋知影入门，无人甲阮教嘛，所以阮家己摸索。那拄开始的业绩就无好诶，规年这一整年。
的营业额差不多3、4万块而已。老板觉得说，啊，你做这要死？嘿嘿，佮开这个时间，大家开这个时间在顶管，啊，做咱一点点嘛，啊，佮就麻烦嘞，因为你有看着，就是像恁家己做的，嘿，伊佮歹拉，佮歹做，啊，佮伊佮个时间控管，佮较愈较严格嘞。所以头家有点像想要劝我放弃这样，就是不要走这个业绩又那么差这样。迄是差不多几年前。8年前，啊，迄当初你看姐姐安尼做，9年前，伊安尼做前，你是赞成的，还是讲反对？我陪伊做的。但是伊搁咧读册，我迄阵啊大3。疫情开始的时阵，结果网络开始落来，对无？疫情开始了，你生意颠倒好的时阵，恁爸爸有甲你感谢？伊无感谢，但是就支持的呀。伊个还是都支持的，不应该说支持，只是感觉像不一样的人这样。安尼？对，非常支持。安尼我会使知影讲，恁爸做爱趁钱，恁爸就是金牛座。对，你怎么知道？好强哦！你看在什么星座？你爸金牛座的，但是我讲，金牛座的人吼是安尼，你若讲这代志若无把握吼，我袂去做。所以讲，落尾成功啊，本来开始是3万，落尾开始。业绩是差不多。过年的时阵会使到200万啊！过年时阵就是一个过年，一个过年这样。一个过年，比用时啊嘛做稳定的。比用时嘛做稳定的。这一个网路是我跟他一起做伙做的。啊，做伙做啦。啊，远端支持。所以那是成功是做伙成功啦。做伙成功。嘿。有。我嘛是参与者啦。所以讲安尼，我感觉讲是礼拜，因为恁的家己啊算安怎，就是讲无踏踏在做代志，无咧学白有三做无，是这样。虽然讲你狮子座，刚才讲啪里啪里这款的，但是你也袂做。我感觉你对狮子座有歧视哦。歧视吗？系啊，我啪里啪里哦。我们拢嘛是做务实的。就安尼哦。这我感觉嘛是阮老爸甲阮母啊，伊就是对阮细汉开始咧做啊，嘿，因的身教嘿啦，阮对从小看到大。我才会去大3的时候去开网店啊。但是你也是勉强你家己毕业啊。就是读到毕业安尼。嘿啊，嘛算是袂歹，算讲有责任啦，对无？拢读大学，那无摕到毕业证书，感觉就好像大学好像真的在鬼混那种感觉。伊是有责任感的这个狮子座。啊，真的是。狮子座都有责任感。有啊，反正。咱今日要转来台北啊，系啊，念爱入去人说声多谢，讲说声goodbye，拜拜安尼，感谢一下，感谢一下。你这啥？我这是我家己乌名个啦。什么乌名个？我拄准备乌名个要互因的，我家己写的一张批。你写的？系啦，就是。哇，你字足水的呢！你若遮好写啊！你种文学性的呢？你是读迄个？哈，文学哟，我是翻译系的啦。你真正是才女，你这。那我已经准备帮你写歌。哟，真的哦。哦，安尼，安尼就咱。袂歹吼，安尼会使吧？真正写了好，足感动的，最爱回念。最爱。好。好。嗨。嗨，すみません。哦，歹勢歹勢。係。哎，搞咋，歹勢歹勢。啊，即屆來互恁安尼。
真好款待，安尼歹势啦。啊，我要回来台北啦吼。啊，迄个啥？迄个啥？你讲。我就真系感觉足紧张安尼咧。别啦。无啦，因为我本身是歌手嘛，啊，歌拢家己写的，所以这几工咧，甲恁斗阵落来吼，感觉有一些感想啦。想讲遮有一张歌咧。是要送互恁的，啊，希望恁会喜欢，是我家己亲手写。安尼，哎，好，来，谢谢。啊，有念出来？念出来，我会歹势啦。好温，好温哦，真的是。这爸爸也会读哦，爸爸会晓读。别人咧叫老爸老母吼，阮拢习惯家己叫咧头家娘啦。咱同学哦，拢咧叫伊讲。歇寒歇热吼，要去倒佚佗啦。啊，阮迄三个囡仔总是吼笑的，毋敢家己回答啦，因为摇花枝啦，爱喊千秋啦，吼。一般囡仔吼，拢咧耍的基本的迄个基地，大间的工厂就是阮的游乐场啦，吼。过年过节啦，大家咧围炉啦，穿新衫啦，啊放炮啦，吼。阮是为咧。半个山悬的菜头粿吼，甲人绳边啊咧备料啦，吼，辣椒啦、切粿啦，佮种一粒一粒啦，真结实的咸香的菜头粿啦，真熟练的，甲真慎重的，甲包好势啦。吼，每一户期待团圆的家吼，为了百年团圆家业吼，有啥个有意见啦，互相吼拢有家己的主见，这是难免的啦。但阮。的心内吼，拢知影该行的路，永远是同一个所在啦。无平凡，也会使讲是平凡啦。这是阮张家庄日常的代志。你真正讲好要做一条歌互我，咱做伙唱哦。真的哦。袂使讲迄个哦，我被骗哦。嘿啦，袂啦。你在骗老大人，你知影意思？骗老